業安全健康廳及助理處長、推廣訓練處崔家慶處長、各位嘉賓、各位管理人員、各位工友，大家早晨！歡迎大家蒞臨今日愛港創意地段職業安全健康嘅雙日簽署活動。首先有請我哋嘅項目經理鍾兆安先生為我哋介紹地段活動。有請鍾生。各位早晨。首先我想代表本工程嘅項目，熱烈歡迎陳俊宇項目長、謝永平廳長、崔家成處長、老少務代表以及在座各位嘉賓。今日嘅地盤見證今次職業安全健康約章嘅簽署儀式。我係工程承建商中德榮章合作經營嘅項目經理鍾兆安嘅。我希望大家簡單介紹一下我哋嘅項目概況。本項目嘅全名係愛港新田海區12地段公共辦公大樓建造工程。我哋主要係負責第二期，即係上蓋工程嘅施工。顧名思義，呢個項目將會係興建政府部門使用嘅辦公大樓。咁成個地盤佔地大約係6000平方米。地盤1樓至到地盤4樓會用作停車場用途。地面10至到2樓係群樓。咁群樓之上係有2座塔樓嘅，包括我哋而家身處嘅呢座總樓層數係21層，總樓高將會係95米嘅，以及對面係叫做司堂塔樓啦。咁就樓高係12層，樓高會係60米嘅。咁成個建築物外牆咧將會採用玻璃幕牆設計，會涉及大約3萬平方米嘅幕牆面積。工程嘅竣工期咧將會係2027年嘅10月。咁我哋主要嘅工作範圍咧係包括咗地面層以上結構體興建啦，成個外牆玻璃幕牆嘅設計、供應安裝啦，以及地面以及停車場、入口大堂、電梯大堂、樓層洗手間等等公共區域嘅裝修。咁樓層裏面嘅辦公室係會以無邊形式加固啦，就由日後嘅用家去進行裝修嘅。咁目前咧2座塔。目前2座塔樓都係進行緊結構嘅施工啦。我哋 A 座咧已經做到14樓啦，預計明年嘅4月份會結構完畢。C 座咧就做到8樓，預計喺明年嘅6月即係2月份左右工頂嘅。咁喺安全管理方面咧，我哋地盤係行緊安全項目計劃嘅。咁按照成個工程咧，我哋劃分咗31期。咁我哋喺昨天就啱啱收到第8期嘅評分。咁目前就前8期咧都係100分好犀利。咁喺推行安全化計劃同埋安全管理嘅時候咧，除咗係一啲執法同埋監管上面比較嚴厲嘅舉措之外咧，我哋亦都會定期舉行最佳安全工友頒獎，希望係以正向鼓勵同埋表揚嘅方式去推廣工友自發做安全。咁今日喺勞工事務局嘅見證之下，我哋簽署呢一份職業安全健康約章，對我哋嚟講咧，唔係單單係一個儀式咁簡單嘅，亦都係我哋再次向各位工友、各位同事同埋社會社作嘅承諾。我哋公司係會持續提升我哋嘅工地安全同埋管理水平，確保人人翻嚟呢個地盤可以安全翻地盤，平安翻屋企。接住落嚟，我會將個時間交翻俾我哋嘅安全主任陳生，由佢去主持翻本月嘅最佳安全工友頒獎環節。最後再次多謝各位嘉賓今日嘅光臨，支持我哋地盤嘅職業安全健康工作。多謝大家。多謝鍾生嘅精彩介紹。接落嚟咧，我哋將進一個特別嘅環節，有請安全主任林兆光先生宣布11月份榮獲賦予最佳安全工友獎。麻煩各位工友準備。大家好，今日咧就趁住呢個咁有安全約章簽署我哋會辦會一次嘅安全工友頒獎。
你可以簡單介紹下安全咩叫安全公園花獎啦。其實咧，我哋係頒發喺當年，即係比較我哋頒發上去嘅施工比較特殊啲㗎啦，同埋主動去做安全，唔單止自己要做，仲要引導其他啲屋友啊。所以大家人人做安全，個做安全啦，時時做安全。安全咧，下邊就我哋就公佈下11月份我哋嘅安全工友嗰個名單。嗌到名嘅就上嚟，下邊分分先啦。張德榮、張西西、張菜菜。登記冊嘅黃學有請。中德榮章嘅周雲常先生。登記冊嘅李勇。聖基醫模板廖長平、劉澤平先生。還有那個陕西建工的范慧剛、范偉剛先生。北伟業水喉的林進新、林俊生先生。最後有請我哋個仲兩位音力機械嗰個姜之春，如果翻返嚟交俾Cindy。我恭喜晒各位我上嘅工友，咁接落嚟咧有請地盤管理人員葉曉紅先生上台為工友頒發本月最佳安全工程獎嘅獎狀。接落嚟有請地盤經理陳明堅先生上台為工友頒發300澳門元現金獎勵。好麻煩葉曉紅先生、林兆波先生、陳明堅先生同我哋獲獎嘅工友一齊影張大合照。好，多謝晒各位，接落嚟有請勞工。